后来，咱的奥运代表队摕到好成绩，各县市政府嘛拢提悬着奖牌的奖金。进前方批评讲，每个月奖助金伫咧6都上少的台中市，再去市长罗秀燕宣布奖金加码，包括即届的东京奥运甲未来的奥运，若摕到金牌者，这个奖金为本地15万增加到变300万。啊，若银牌是200万，铜牌是100万，甚至无来进入到前8强者，嘛有奖金5万块。安尼一来，嘛互台中市亮起来，将做6都当中奖金上悬的县市。伫东京奥运得到银牌游泳为奖金阁增加。由于台中市政府领到的鼓励金为本来9万增加到200万，因为罗秀燕宣布讲，奖金拢要提悬。金牌的本市级选手，他的基地金会从现行的15万元提高为300万元；夺得银牌的选手会从原来现行的9万元提高为200万元；铜牌级的选手会从现行的6万元提高为100万元。甲其他嘛，好讲要提悬奖金的县市做比较，高雄市金牌为72万，增加到144万；美丽县铜牌为40万变到100万；台北、新北金牌拢是100万；金门的金牌是472万；台中金牌是300万，虽然比金门较少，不过目前依然是6都上济。伫8月20日要举办的全中奥运奖金卖增加。在全世界夺牌的选手，金牌100万，银牌60万，铜牌40万。罗秀燕讲，公布后随时是目前得到银牌游泳为是200万，第7名柔道选手林真豪本来无奖金，即马嘛有20万。无入8强的田径选手陈杰、轻艇选手梁卓涵、自由车方俊凯、游泳选手王成浩拢有5万块的奖金。